狗仔咬一啖，玉女妙妙想做愛。俾狗咬可能會染到瘋狗症，但邊個估到性慾失控都係病徵？印度一個28歲女人最近突然性慾大增，時時刻刻都想做愛，檢查後先知患上瘋狗症。原來佢病發前2個月俾狗仔咬傷，由於傷勢輕所以冇理，但就導致腦部發炎，驗出病因嗰陣已經太遲，4日後不治。瘋狗症經傷口進入人體之後，被咬者會頭痛、發燒等，後期中樞神經系統受損，會出現精神錯亂同抽搐、咽喉肌肉痙攣，最後呼吸麻痹死亡。一旦被狗咬到，應該即刻清洗傷口，同盡快注射疫苗預防瘋狗症。國際防控瘋狗症組織亦建議，一旦被感染病毒嘅動物咬到，要喺24小時內求診。